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你敢有注意到我开头有一点无同？你的意思是讲，你无讲大家安安哦？对，因为我一直袂记得咱改下载啊。我有发现呢，但是我已经袂记。好，不要紧。啊，你这礼拜你无用啥？即摆哦，因为冬天有无，外口足寒，所以咱即摆拢若是拜六礼拜要出去佚佗，拢行室内的活动。即摆万城遮的博物馆甲美术馆拢互阮招骗啊，所以我顶礼拜就看阮翁找到一个伫利兹差不多为万城开车过去，差不多1点钟，对，毋免1点钟左右。找到历史一间迄美术馆，真好耍。伊迄美术馆内底有一个房间，拢是内底拢是互佚佗物仔，互囡仔耍诶。佮装潢了，佮介水，就有迄种 fashion 诶，迄个感觉，对。较文青安尼嘛？对，就是伊诶规个迄个设计，含一个色水，拢是就时尚，就时行安尼。这嘛是跟我这礼拜想要分享的新闻有关系。其实讲伊是新闻，其实嘛毋是新闻，因为这是足久以前发生的代志。我想讲这个所在吼，伊这个我去的这个美术馆叫做 The Tetley。Tetley 是一个老酒厂盖的美术馆。或者伊这我就凊彩甲看，因为阮是为着互囡仔耍的迄区去的，但是我凊彩甲看，哎哟，发现伊了讲伊内底迄个展览佫真有意思。我头先看到一个展览叫做丁仔花歌声，就是叫做我袂记得丁仔花英文怎讲啊 ，Hibiscus 还是啥花？Anyway， 就是丁仔花，就是丁仔花。这个展览就是咧纪念一个黑人，伊的名叫做 David Oruwell。伊迄生我黑白发音的，因为伊是 Nigeria 的人。这是安那伊会要互人纪念呢？就是伊伫迄个1969年，互人发现讲因死伫咧利兹的一条河内底。是哦。这人是啥？是安那我会特别甲讲伊是黑人，因为伊的死甲伊皮肤的色，甲伊的族群有关系。伊是一个 Nigeria 的人，就是伫非洲北部。伊应该算西边啦，西非。伊出世的时阵，Nigeria 佫是英国的殖民地。Nigeria 的台语叫是应该是 Nigeria。Nigeria 是伊本来伫 Nigeria 是做迄个裁缝的师啊。在学裁缝啊，所以伊特别20岁的时阵，像是迄个 Nigeria 拄啊独立，伊就秘伫一只货船内底，对即个货船来到英国。但是伊一来到英国，到迄个Hull HULL 迄个城市，到遐一落地，就互警察抓去啊。因为伊是偷渡的嘛。互关1个月。碰放出来了后，迄个时阵，迄个例子做纺织工生伊的迄个产业拢发展了真好，所以伊是裁缝的师仔嘛，所以伊就来到例子来找头路。这一切到遮拢是真顺利，但是无几年啊，有一届伊伫即个舞厅拄遇到迄个警察来临检。就佫互人抓去关1个月。够衰。
嘿，啊无佫愈惨诶是安那咧？结果因为可能伊是警察咧掠人诶过程中呢，伊互即个警察诶棍仔嘿，敲着足侪届诶，嘿，所以伊伫即个感觉内底就开始出现幻觉。所以伊刷落来无，伊即个月无关刷着互人转到精神病院内底。伊伫迄个精神病院内底住8冬哦。来这8冬内底佫愈恐怖，因为你想看嘛，迄当阵即个治疗的方法拢是足传统的啦，就是因会用一寡听起来足恐怖的方式来甲因治疗。比如讲电疗啊，有甲伊电啊，还是讲互伊食一寡有诶无诶药啊。所以伊出来了后真惨，重点是可能后来有人落尾有人去甲查看伊诶医疗诶记录是到底是伊是受着啥物能力，但是伊诶规个记录拢无去啊。找无，真方便。免调查，所以伊这8冬互关出来了后啊，伊佫转来开始伊的正常的生活。应该讲是讲伊想要转来过伊正常的生活，但是因为伊的种族含伊过去的种种，比如讲伊互警察拍啦，佫伫迄个病院内底一款足恐怖的治疗的方式，互伊含即个遮的记录啦，就是讲伊互警察关过佫有去病院住过，互伊足歹找着头路的，嘛足歹找着睡厝的所在。嘛有一方面是因为迄个时代本来黑人会当做的工课，较面会当住的所在是有限制。所以伊足紧就变做无家可归的人。伊就变人讲的华语讲的解友、解友。后来听讲这励志的警察定定就会找伊的麻烦，所以伊到伊过身进前的前2天，佫住入去迄个精神病院。出来了后呢，佫继续困伫咧路诶。伊的朋友啦，逐个最后一摆看到伊，就是伊伫路呢，互警察棍架。棍架是啥物啊？互警察辱甲拍。好。骚扰。隔门1、2天就发现伊的尸体伫咧河内底安尼。足恐怖。其实伊拄仔过身的时阵，其实无特别引起大家注意。但是过一冬，励志的警察局内底有夜间者，就是华语讲的吹哨者。因警察内底的人就有人徛出来，看袂落，有徛出来讲，其实这个 David 会死是因为内底资深的这个警察长期的非常严重的甲伊虐待。迄间警察局内底呢，至少有2个警察是有参与着这个虐待，用这个非法的暴力对待 David。除了这2个主要咧动手的人以外呢，佫有更加较侪是徛关山看马小踢的，就是咱华语讲的冷眼旁观的人。所以讲，这是当时这个警察对待移民，尤其是黑人系统性的这个歧视，含这个非法暴力。这绝对毋是唯一的一件。但是这件代志互报出来是历史内底第一件，因为这个问题互调查啦，就是因为因后来有去调查，这2个警察拢有互判罪安尼。这因为听起来介恐怖，对毋对？但是大家会就是讲，这可能是古早时代的代志，因为这是1970年左右的代志嘛，就是要50当前啊。迄当阵的台湾，其实应该是嘛是拢差不多。但阮向时嘛是拢咧白色恐怖无？这个戒严吗？但是我遮来补充一个现代事件，
就是去年有发生一件强奸杀人案的案件，非常的惊人，因为非常的惊人，对啊，非常的惊。是啊。你惊人是垃圾，不是惊人，非常非常的惊人，嘛是一款的惊人啊。对，哎呀，所以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华语和台语是无法度直接翻译的。无错，不过是应该是惊人对啊，这惊人。但是你会讲啊，这刀啊，哪会遮惊人啊？用刀补切的。不过就是意思讲，我感觉是惊人嘛，毋对，因为伊的惊人毋是代表泰哥，是代表那安尼。OK， 你知我意思吧？咱等下咱开放互听众朋友来反映一下，看你你要想要讲这件代志就 scary， 你要安怎用台语来讲？请大家写批来哈。好，这个案件是安怎互人感觉就迄个，因为这个凶手呢是警察。迄件代志当时是闹到足大，因为伊是一个查某囡仔伫咧伦敦，伊伫等于厝的路边会经过一个公园，这个警察呢就个提出伊的证件，讲我是迄个警察，我要来领检，所以请你甲你的 ID 摕出来，什么过。伊就是用伊的警察的身份呢去接近这个查某囡仔，结果呢，伊甲这个查某囡仔甲伊掠去毋知什么所在啊，佮甲伊规个绑起来，啊，甲伊强奸，啊，最后甲伊杀死。嘿，足恐怖啊！这个事件爆出来了后，佮有足侪查某囡仔就是去路边抗议啊，因为这件代志其实是跟某一个伦敦的警察局长期的系统性的歪歌就有关系。啊，这规个讲来话头长，但是今年7月有一个团体，伊叫做 Led by Donkeys， 因为做一段影片9分钟尔，大家会当去看。规个安尼整理了足清楚的，因嘛足凶的哦，因做即个影片因就甲规个安尼警察局30年来的歪歌的行为，拢甲整理伫即个9分钟的影片内底，伊甲导演伫咧伦敦的一间警察局外口的壁，互所有行过的人拢会当看到。伊内底就是整理这30年来歪歌的行为嘛，有包括啥物？包括讲因非法的暴力刑求，尤其是针对有色的人种、女性、同性恋。伊个足恐怖，因内底有警察私底头卖即个受害者的个人的资料，互媒体会当报新闻。真的是笑的呢。嘿，足恐怖啊！因个恐怖的哦，伊个会甲受害者的家属抹黑，就是讲，伊会讲啊，因为即个受害者因的家属就是有人有做过奸啊，是讲是安那，就是要带风向迄个感觉。佫较恐怖，因为因有权利会当摕到个人的资料嘛，因用一寡个人的资料威胁即个女性的受害者提供性的服务。佫因内底的人拢会互相包庇即个同事之间的即个非法的行为。够嗨！系啊，足恐怖！佫有一寡是，比如讲咱同事内底拢有赖群组嘛，因是伫咧WhatsApp。对WhatsApp 的群组内底，因为讲生切有人讲有一个警察就对另外一个女性的警察讲 I'm happy to rape you。哇塞！足恐怖诶！笨蛇诶！系啊，这个代志跟这个强奸杀人的案件有啥物关系？就是讲因这个外国的警察内底有一个小名叫做 rapist 的警察，就是强暴犯。
啊，有几啊届伊拢是伫咧公众场合无穿裤，骗人拍互看。伊叫主席呢？对啊，这应该就明显的是就是犯罪嘛，但是这拢互伊内底警察同事拢甲包庇甲加案加落来。所以伊拢无啥物问题，无遇到啥物问题啊，所以这嘛是互伊后来会当伫咧旧年当对即个女性下手，就是因为伊进前犯的遮个罪，拢无人甲伊定罪。你敢有看过一个 drama？ 英国的剧叫做《Line of Duty》。无，选有呢。啊，我知影，我伫对看，我按迄个 Goggle Box 看的。你真正去看 Goggle Box？Mother of God 你有看吗？我有看，就好看的呢。是做真就是咧，嘿，因就是一个单位叫做 AC12，就是因拢是专门咧做警察内部贪污的这个调查，所以你若是警察，你的边仔有一个同事，可能就是这个 AC12 派入来做 spy 的，派入来卧底的。因就是咧查讲有一个叫 H 的歌站，因为伊就是有涉入足侪案件内底，可能嘛有背后嘛，可能嘛有足侪利益的。但是我还未看到因找到 H 也未。我是今仔记的讲，迄内底迄个 boss， 迄个主管啊，内底设定伊是爱尔兰的人，所以伊有讲话拢有一个爱尔兰的腔。Mother of God， 有够神的，有够好笑。就好笑。我两个倒去。凉气，真正是凉气啊！我白痴。好，讲倒来这个展览，伊现场有一寡跟 David 相关的物件，嘛有遮传明写的诗。我感觉搁较好看是伊边仔有另外一个展览，跟这个展览是足有相关的，伊是有两位有色人种的艺术家策展策划，因请来4位同款拢是有色人种的这个艺术家出来展出。因展出的内容就看这个黑人伫白人的世界内底一寡遭遇，比如讲申请护照的困难啊，还是讲女性黑人受到的相同的歧视，个黑人互性化就是 sexualize 性化，互当做性的目标。你会敢会记得咱之前有看过一本册，叫做《不只是厌女》。有，不只是厌女。伊里内底有是都有讲，伫咧美国国内的黑人的女性，伊有生也是咧生产的过程中死去的几率是白人女性的3到4倍。对。而且这个医疗的专业系统内底，因拢会去deny，就是讲袂去承认黑人女性的痛。比如讲，一个黑人女性，伊感觉腹肚咧痛，因为先想讲你是咧摇把叉，咧个摇把叉，所以因拢会互伊拖足久的，才要真正要去解决因的问题。因嘛是袂讲足刻薄的去诊断因的即个疼痛，嘛会拒绝去甲因遮个痛缓解，也是讲去做治疗。这就是因伫这个社会当中受到一寡麻烦安尼。当然，我感觉台湾嘛是有足侪歧视的问题啊，比如讲，我感觉有对，比如讲，即个制度上外籍的移工薪水跟本土的劳工无共，
也是讲警察嘛会对即个原住民也是即个皮肤的色水较深的人较严格，也是嘿较接去盘查。媒体面顶嘛是有啊，比如讲即个偶像剧内底因的歹人也是善假人，一定是若毋是台语腔，就是客家腔，啊无就是原民腔的故意，嘿。有人咧讲，其实的发生其实是因为无熟，就是讲无熟悉啦，所以讲建议大家也是爱去加认捌无共背景的朋友去熟悉啊。因为台湾是个足多元族群的国家嘛，所以真的大家有心也是爱加培养一寡对即个族群议题即个敏感度。对，安尼讲起来，你伫英国有互歧视的经验吗？当算有嘛，会当算无。应该讲我袂讲无够互压迫，但是吼有一寡较袂遐明显的，比如讲你行伫路诶，就有人对你考试啊，佮甲你讲你好，迄我这我妈妈听过，迄我就袂爽，我就袂爽，逐个都是会预设讲我是中国人。有一摆出去帮朋友出去食啉酒啊，路里就有着一款考试啊，佮叫你好诶，我甲呛落去，我就讲啥？你好傻小啊！I'm not fucking Chinese 。OK， 个迄人讲 whatever。OK， 姐，我讲干你俩。伊讲 whatever 嘛，真好笑呢。对啊，你敢有着啥货？对，就是我捌有过一届，是我伫咖啡店伫做工课的时阵，迄阵时阵就一个人去礼拜，怪伊就讲伊要点一杯 Americano，就是美式黑咖啡。我用了互伊了，伊就讲吼，拜托一下，这毋是我要爱咖啡，我知影你英文无好，毋过你敢会当好好啊听我讲。怪伊就一直看我边仔的同事我迄个感觉互我，伊迄个感觉就是伊想要我的同事甲伊服务，因为我迄个同事伊就是外表是白人，毋过是Poland 来的，伊是一个 Polish，伊的英文比我较歹，毋过伊毋知影，伊就看伊白人，伊就想要互服务啊。所以我讲我敢若会当笑起来讲吼，对，我就笑起来讲吼，好无你要按哪，我一步一步来做，我就照你的指示。伊讲嘿啊，你得爱好好啊听啊！我知影你英文无好，毋过你得爱好好听。我实在真正是规个迄个努力出干辣椒，你个知？规个伊拢讲吼，我是遮的常客哦，我定定来啊！你诶咖啡哪我搞泡咖安尼？我伫遐对，毋过我伫遐做6个月，我从来毋捌看过伊。迄届是第一届，然后我第二届看过伊的时阵呢，我拄好甲一个意大利的同事上班我看到伊来，我就叫我迄个意大利的同事甲交代，伊可能有听到伊的 Q 吧，伊的意大利的 Q 足强有无？结果伊对伊讲同款的话所以就是迄款有一寡英国人因为迄款白人的优越感，对。我嘛有拄过迄款英文比我较烂的白人，就是英国的白人。你知影因遮有一寡区是较善食的，因遐的人英文比我较差。我看讲话时阵，伊就会当做因听无，一直讲我好难我就袂爽的哦。我无甲呛，我就是用足生气的语气甲伊讲话，就是伊较早我拄来可能会感觉小可会惊，想讲我可能是我英文无好。即摆我拢知影，我会当足理直气壮甲呛回去，因为你的英文比我较歹，歹势。
心内的一脸想，我啥小啊？你听无？你也问题啊？啊，毋过真正是安尼咧，为什么我要配合你啊？为什么我要迎合你啊？对吧？对。嘿，所以我感觉有一寡人就介意对迄美国的白人伫遐吐槽迄个 BLM Black Lives Matter 黑命贵。啊，我是感觉你若是对因的手法有意见也好，还是讲对因的支持者有意见嘛好，但是毋通袂记你讲，咱伫一寡白人的眼内嘛是亚洲黄狗亚洲黄狗，亚洲黄虎Asian Yellow Monkeys， 毋是讲你对因吐槽，你就变白人，真的，真的，系啊。相比之下，我感觉遮个黑人个比咱有志气就济。真的啊，系啊。好啦，你咧，你这礼拜有啥物新闻？这礼拜哦，因为我要倒来进前的听着讲，伊迄什么啊？迄救护车的员工甲护理师要罢工。对啊，因为迄个什么啊 ，inflation 的关系，通货膨胀，因就是要求要加薪嘛。啊，和政府拒绝因的请求，所以因决定伫21号甲28号要罢工，会行去街头抗议。我就想到迄当阵脱欧时阵啊，保就就讲吼，咱若脱欧，咱就会当按欧盟遐摕转来3.5亿英镑的钱，和 NHS 做使用。3.5亿英镑是偌济？就是13亿台票。啊，伊这假新闻，伊这假新闻，搁伫迄个脱欧的竞选公车做广告。系啊，结果啥物拢无，搁啥物啊？砍预算。嘿，阮大官嘛是咧信遮诶，真足害诶！是真正足济，其实是超，伊讲是4万几台诶，啥物啊？救护车无人，就是伫迄几工无人要驶诶。哈，真正？真诶啊！安尼就会淹没看偌济人无法度哦，安尼注意呢？真诶，迄几工毋通破病，真诶呢！真正足害诶。有另外一个就是23号伫迄边境管制 border control 的人员嘛要发动罢工。嘿，因为真正共款嘛是 inflation， 也讲吼因真正无选择干那罢工这条路，因为因暂时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啊嘛无法度伫厝开小气，啊就过了做贫困安尼，然后我看因到底是甲政府要求加薪偌济，你敢知敢若2%尔，互拒绝。哦，是哦，才2%尔呢？才2%尔，真正无济呢。inflation 的已经超过2位数啊，毋是吗？系啊，系啊，因敢要求2%尔，互拒绝的。啊，你敢知迄车那数讲啥？哈，要引入较新的阳历的法律。要来抑制即个罢工的影响，伊讲即个工会负责人实在是收无合理啊！我讲无合理的人是伊吧？系啊，伊毋是迄个华尔街金童，伊毋足厉害吗？也去炒股节啊！是毋是？真正足少呢？人敢若要求2%尔，你佫共拒绝，你是要互人安怎活？系啊。而且即马电费啥物费真正是足贵的呢。因讲伫厝内底无法度开小气，我是会同意的。系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伊会分享讲，伊11月初甲12月初，因兜的电钱啊数钱是500块英镑。那会遮济？因兜是几个房间？因兜的应该5个房间。哦，安尼差不多嘿，对。真正足含呢。系啊，因为而且今年，你讲今年毋是足寒吗？系啊。好，佳哉我倒来台湾啊！
哦，真正是西北寒。我听着我真正感觉有够寒的啊，因为进前学无甲迄个零下11度吧，我学无长过呢。嘿，即马早上是零下8度，哦，真正有够寒的。现在寒到阮翁才是爱穿外套困，有够好笑。伊讲伊才是会在甲迄个暗拢会开烧气，嘿嘿，系啊。我遮伊总算开始开烧气。嘿，真无呢，讲算笑，伊即马无开烧气，迄水管会爆诶。系啊，真正会爆。好，就是安尼。我感觉今年的12月真正是逐个难拍的定咧。哦，我看着我进前看着有人做一张表，就是12月对一天啥物会要罢工，一定当做一张表啊。我看伊面顶差不多8到10个团体要罢工诶。对啊，像救护人员啊，救护车诶。个迄个 border control 我甲知影迄火车毋是嘛要罢工吗？还有邮局诶 Royal Mail。哦，邮局啊，对。今年的 Christmas 应该做歹过啦。对。See you later. I'm in Taiwan. 就加啉寡酒啦，就会袂记啦。好啦，恁即礼拜毋是要 party 吗？对啊，系啊，你较济啊。当天就是一直 party，啊无我袂落。恁较济就免开烧气啊。好啦，来，这礼拜有啥物推荐？推荐哦。我真是头壳讲你上台湾的路面。你先讲好啊，我想一下。好，我会推荐一个，我这礼拜去路尼吹到的一间册房。伊是迄个 LGBT 的册房，新开的，讲开一档尔，伫咧 Northern Quarter。伊就是细细仔间内底物件拢分甲足清楚，就是lesbian 的，同性恋的，还是跨性恋的，拢有，啊，佮有女性主义的，伊拢有分一区一区。我感觉诚赞哦，佮有囡仔册的区。哦，是哦。我感觉上赞就是你去册店，你看迄头家，伊就大概当知影即个册店的风格是安怎。即个头家吼，感觉册的字点共款，你会当入去甲伊问讲，我想要看即方面的册，伊随会当为迄册内底拣一本啊，讲即本我有推荐，因为啥物原因安尼。我看伊安尼生意做甲袂歹，你几落个人客拢是行入去，就甲问一个问题，会拣一本册，你人客拢会买。哦，安做厉害呢。嘿，因为足专业的，搁主题性搁诚袂歹。因为我毋是 LGBT 嘛，但是我感觉伊有一区迄女性主义安尼，我就会买。系啊，你有啥物推荐的？你讲到册店因为我伫台湾拢一直食好料，我常常想到伫秋藤有一间素食的餐厅叫如意，伊真正是我食着真正是好食搁合咱台湾人口味的素食餐厅。因为有一寡像咱台湾人有诶信佛教还是道教，拢无食葱仔甲蒜头嘛。即间餐厅就是拢无葱仔蒜头，所以足方便。那有素食的人无食葱仔蒜头会当去，真正是大家当去食看卖啊，就做合台湾人的口味啊。我有去甲食过一摆，我感觉袂歹吼。伊阁有做迄 curry， 阁有做迄个香港式的点心。对，好食。伊我感觉伊袂足俗的，但是伊有一寡优惠，比如讲你若是伫咧啥物时阵啊？中昼吗？
中昼3點進前入去，敢若會當拍8節。若是講你是5點了後，但是6點45以後進前，你會當有迄個點心3 for 2。毋過其實我感覺伊即間餐廳比另外一間聽講足有名的迄個 Chinese restaurant 啊，我嘛捌去食過，伊的價錢是，我感覺是無算貴啊，因為我食迄間名莫講出來好啊，是 Lotus 哦，毋是 Lotus 哦，是佇算 Northern Quarter 嗎？你安尼害我做啥物講出來嘅？啊，不要緊啊，伊若聽無啊，伊叫做 Sweet Mandarin。哦，迄間真正貴個，我感覺無好食。等下迄間去食過人攏講歹食呢。足奇怪，毋過因的評價閣袂歹呢。我迄當陣想要 Google 伊的評價去的。係因為有一個英國的有一個 chef 去推薦過，敢是 Golden？對吼，就是安尼，我無注意看。啊，就是有一個白人啊，去講最好食的啊，所以大家攏講最好食的。啊，結果台灣人去食的攏講無啥。安尼真的呢，因為攏是白人入面。我迄當陣訂的時陣，裡面攏白人。收錢啦，好啦，好，安尼今日要到這，以上感謝收聽，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再會。我搶拍，再會。